来看美国《时代》杂志昨公布年度的风云人物，是由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第2届来争做是年度的风云人物。川普表示讲，伊正介意这任务。川普的交接团队嘛正式讲有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参加明年1月20日的就职典礼，也毋过中国外交部并无证实。 为纽约交易所开市敲钟，美国准总统川普12即天下当讲是非常请缨，因为下当伫遮敲钟，互认为是真明显成功的代表之一。而且美国《时代》杂志公布的年度头人，川普伫2016年头一届当选总统了后，第2届摕到这项功用。 It's really been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nd I have to say, Time Magazine getting this honor for the second time. I think I like it better this time, actually, because. 时代杂志对1927年开始，每一年都会选出年度头人。除了川普，今年其他9个进入决选名单的候选人，包含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英国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科技大头壳马斯克等人。过去2届摕到公用的，包含前总统克林顿、小布希甲奥巴马。川普是正做第4个人。历史上唯摕到3届的是带美国第2届拍败纳粹德国的美国前总统小罗斯福。这个功用唔是干那颁予正面形象的人物，所以纳粹德国独裁者希特勒就捌伫二战爆发前1年，1938年摕到年度头人。也那川普的就职典礼会伫明年1月20日举行，过去唔捌有外国的领导人参加。不过川普的交接团队证实讲，包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甲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拢受邀请出席。President Xi as well. Very good relationship. Thank you. 我目前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 It's going to be up to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decide who's going to sit with him there at the inauguration, who's going to be there. We've worked really hard on this most consequential of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习近平敢要出席甲较真，不过美国的媒体认为讲可能会拒绝川普的邀请，因为出席的风险上大。毕竟西高身躯边会坐满对中国硬斗的国会议员。另外，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也证实，川普并无对罗西亚总统普廷发出邀请。公司新闻电为人编译。